各位同學，我哋今次反轉影片嘅主題係第四冊第一課神經系統。唔知你哋本身對唔同嘅人體系統有幾多認識呢？首先，我哋一齊嚟睇下第一個人體系統，就係神經系統啦。你哋知唔知道神經系統有啲咩作用呢？原來神經系統係一個非常之重要嘅人體系統嚟㗎喎，因為佢負責指揮同埋協調各個系統，係人體最複雜嘅通訊網絡嚟嘅。佢由中樞神經系統同埋其他遍佈全身嘅神經所組成，佢亦都負責收集、處理信息，幫手接收嚟自眼睛、耳朵、皮膚等等感官嘅資訊。另外，神經系統會負責協調身體對內外環境變化嘅反應，控制肌肉運動、調節心跳、呼吸、消化等自動功能。頭先提到神經系統係由中樞神經系統同埋其他遍佈全身嘅神經所組成。大家可以望下右手邊嘅圖片，中樞神經系統係包括大腦同埋脊髓，成個神經系統控制住我哋諗嘅、講嘅同埋做嘅一切，由眨眼到做出複雜嘅決定。第二個我哋要認識嘅人體系統就係循環系統啦。循環系統係身體嘅運輸系統，由心臟、血液同血管組成。循環系統以心臟作為動力，透過血管網絡推動血液喺全身流動。心臟就好似一個永遠都唔會停嘅摩打咁樣，負責泵送血液。咁循環系統有啲咩作用呢？頭先都提及過，循環系統係負責運送血液去身體各個部分，同時佢亦都會幫手帶走身體嘅代謝廢物。另外，一啲免疫嘅細胞會透過循環系統對抗病原體，有助防禦。佢亦都會負責調節體溫，維持體液平衡，係維持生命活動嘅重要運輸網嚟㗎。咁而家介紹下一個人體系統，佢就係呼吸系統啦。呼吸系統主要由上呼吸道，包括鼻腔、咽、喉；下呼吸道包括氣管、支氣管同埋佢嘅分支、肺同埋呼吸機所組成。呼吸系統係同頭先介紹嘅循環系統密切合作，經由肺部進行氣體交換。相信各位同學都知道，呼吸系統係會幫助我哋呼吸，因為佢負責吸取氧並排出二氧化碳。但係你哋又知唔知道，原來屬於上呼吸道嘅喉部，即係我哋嘅聲帶，其實都會參與發聲嘅呢。而鼻腔入邊嘅嗅覺器官可以幫助我哋感知氣味，鼻腔亦都可以加濕、過濾空氣，並清除灰塵同埋微生物，幫助調節體溫同埋水分。接住落嚟要介紹嘅就係消化系統啦。消化系統負責將食物消化並吸收養分，然後排出糞便。而佢主要由消化道，包括口腔、咽、食道、胃、小腸、大腸、肛門同埋消化腺，包括唾腺、肝、胰臟、膽囊等等所組成。除咗將食物消化之外，消化系統仲有其他作用㗎。首先，當我哋食嘢嘅時候，食物喺口腔入邊，我哋嘅牙齒會幫手咀嚼，舌頭幫手攪拌食物，將食物變成團，並且同唾液混合。之後，食道同腸道肌肉蠕動嘅時候，就會將食物運送去到下一個部位。經過消化，小腸絨毛大量吸收營養，大腸吸收水分同埋電解質，最後將未消化嘅食物殘渣形成糞便，由肛門排出。今次介紹嘅最後一個人體系統就係骨骼系統啦。骨骼系統主要由骨骼、軟骨、韌帶同埋肌腱組成，負責支持身體同埋保護器官。你哋估下，人體係由幾多塊骨頭所組成嘅？答案就係206塊啦。人體嘅骨骼系統係由206塊骨頭同埋超過200個關節所組成，大約佔一個成年人體重嘅20%左右。
頭先提及到骨骼系統主要為我哋嘅身體起咗支撐嘅作用，形成一個人體支架，令到我哋嘅身體保持直立。佢亦都會保護重要嘅內臟，例如頭顱負責保護我哋嘅腦部，肋骨保護我哋嘅心肺。另外，骨骼系統同肌肉系統協同實現一啲嘅動作。總之，骨骼系統都係維持生命活動不可或缺嘅關鍵系統嚟嘅。今次就講到呢度啦，大家記住要完成埋份 MS Form 啦，再見。